众生的慈悲比雪山还纯洁，对智慧的情怀比大海还深沉。诺林图书馆在此向乐于探求知识宝藏的各位恭祝扎西德勒。下面我们将向大家介绍诺林图书馆的一些基本情况。诺林图书馆是智慧的密南仁波切怀着对家乡、对民族的满腔热情，为发展民族文化而发愿修建的。诺林图书馆坐落于雪域高原三江源头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节骨镇。从公元2001年开始策划报批，一直到2005年6月21日正式批准动工，得到了当地政府、州文化局和综合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资金来源于大量虔诚信徒的发心和密南仁波切捐献书法作品义卖款。经过1年多的修建，2007年7月19日，诺林图书馆正式竣工。在竣工庆典上，出席庆典的嘉宾有尊贵的阿德仁波切、中央民族大学士登教授、拉萨著名学者群培，还有来自3大藏区的许多堪布和活佛，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和信众。玉树州和州属各县有关领导也参加了庆典仪式。与会嘉宾一致高度评价了诺林图书馆的修建对当地群众和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也亲自讲出社会，他的马冲一般人情，他等着那天通宵会，大家朝前共不言语，给我们别的空间了，结果你看到你言过出去，那家庭啊家庭之间就更马上有了，马上所以你家把同意，别的空间也就做完了，家也是就空不把同意了，而且附近，但是你就哪怕同时间这个别的同学里。别做空这种的，然后呢，别做空这种的，然后呢，没人会用这修路，人家亲自过去，也是我过去，有所重要吧。这么这个基本功夫先放了，先这种先这个战略，我为了学习也得我们新题目就打完。乐林图书馆从2005年开工到2007年7月竣工，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外观是藏式、汉式、欧式3种结合而成，也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色建筑物。乐林图书馆现藏书约2万多余本，内有世界不同的文化、宗教、科技和现代教育知识，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在此，仁波切以及所有员工向你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谢谢你们。Good morning to all the lama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all the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in Ishu. Hereby, I would like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Noi Library on behalf of Madame Rinpoche. Noi Library started constructed since years 2005 and is completed in July 2007. It is a 4-story building and is about 1,100 over meter space. The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is a combination of Tibet, Chinese, and Europe style. At present, Noi Library consists about 20 over thousands of books. It consists of different culture, relig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world. Lastly, wishing Noi Library will progress with prosperity. Thank you and Tasdele. 现在内容比通过这些全部跑，用那目前吧，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弄的，俺就明白本来还有这些。这个你们呢，大西巴呢，东路吧，配送出的，你们是呢，我们非洲看的，国际最最多，七九家庭间的，共同做，开个有的东西，这个七九人不写上。中央没来说是历经期末，当中最可到昨天听说的，北京当中他山的别的台湾区的那个，他是整个南方的出去手法，国家开始了，一样也说个人南京说的3年使用的没有5千那么大，南其中的一样在都。在南京的成都、热东、龙卡所的台巴啊，一样，平均那么大，大东也是能的台北，西京的马哈港，六京的马哈，分山地的马哈所，公众听见了，也他们都是热对出来，但是这一些30几个人。如今的不从这一家发展，东部及北京那边也到了20人的，很多人的3年的了，也80人。青人说，参与军队的3万他的领导的这个湖南也有。经理，更是看见了，你。表彰那些，他们参加了一些呢，各地切实是第一。睦林图书馆共4层，其占地面积2900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1145平方米。建筑外观设计将藏汉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风格融于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又不失现代气息。图书馆共分11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藏经馆，在大藏经馆里分别收藏了藏文手工印刷和现代工业印刷的2种大藏经版本，还有蒙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等。第二部分是宗教图书室，这里收集了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图书，有大小乘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方面的书籍。收藏相对全面的是藏传佛教的图书、本教及其他流派的书籍。第三部分是综合文化图书室，这里收藏着藏文、汉文、蒙文、满文、阿拉伯文、巴黎文、梵文、印度文、德文、日文、维文、马来语、韩文等15种文字，共5万多册图书。内容涉及藏族佛学、艺术、医学、声律学、哲学、诗歌等大小5名，还有天文、饲养知识方面的图书，可谓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在这里还收藏着大量的杂志、报纸、书画、艺术、图片、地图、辞海、字典及姓氏字典等方面的资料。以后还将进一步收藏全世界各种有意义的文化图书，使综合文化室成为人们了解各种知识的一个平台和窗口。今后还将陆续收藏梵文、巴黎文、日文、韩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第4部分是文物展览馆，这个馆里将展示具有上千年历史的100多种不同文体的藏文书法作品以及各种文物。第5部分是音响馆，这里收集了几千张磁带和光盘，可以供阅览者进行视听欣赏。第6部分是电脑室，这里目前共配置了20多台电脑，以方便阅览者使用和上网查找各种资料等。第7部分是会议室，其装修精美，装备先进，可以同时容纳100多人进行会议和举办讲座等活动。第8部分是办公室，这是供给图书馆工作人员使用的。这里办公设备齐全，功能先进，可以使工作人员及时地掌握最新图书资料信息。第9部分和第10部分分别是工作人员休息区和库房。为了让阅览者在看书之余有一个相互交流的休闲的场地，在图书馆里还特别开设了一个茶馆。茶馆提供藏式奶茶、酥油、印度甜茶和咖啡等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气息的茶艺服务。图书馆下一步打算是增加翻译室、艺术室、印刷室和书店，进一步拓展功能，增加服务，丰富内容，使图书馆的整体效益再上一个新台阶。
修建诺林图书馆一直是密南仁波切的一个心愿。密南仁波切1966年出生于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葛雄的贡巴家族，自幼充满智慧，并十分喜爱艺术。14岁在葛扎西寺出家，在寺院先后系统地学习了藏族基础文化知识和佛教仪规，并有幸向白马久美仁波切、贡巴各扎、尊珠群佩等学者们学习了藏文和梵文书法。由于仁波切的刻苦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掌握了藏文和梵文书法的书写技巧。后来，他进入职工格举高级佛学院，在学习佛学的同时，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和英语。仁波切勤奋努力。密南仁波切曾得到过职工法王、大成就者阿德仁波切、尊贵的葛谦仁波切以及大成就者森扎仁波切、大堪布多珠以及各种传承上师们的传授，自己亲自闭关实修4年多。经上师允许，仁波切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泊尔、不丹、美国、德国、比利时、土耳其、挪威、澳大利亚、苏丹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弘扬佛法和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在多年的四处弘法中，仁波切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此，他想创造给家乡人民一个学习文化的更好环境，所以发愿在家乡修建了一座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信众们多年来的供养和自己书法作品的收入全部捐出，用于修建和闭关中心以及编纂藏文词海的工作中。密南仁波切还十分喜爱艺术设计，没有空暇，便翻阅各种设计方面的图书，从中吸收了许多现代设计理念，并尝试着去设计一些名片、图标、徽标等，已获成功。这是他设计的藏族婚标。他认为结婚是众生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藏族，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婚标。所以他潜心研究设计的这个婚标，不仅具有浓郁的藏族传统文化艺术特色，而且寓意深刻。这个啦，这些的嘞。这个从那呢，就一个字就是的，当上呢，都会看什呢？这个家乡的切个，第么这个就一个字跟着当然，那个时候你用差不这样子的，第那近的你头面。一个是那个逻辑等产品等都是怎么子呢？那是，他打了点气档，不过一直就这。经过不断的练习实践，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称赞和肯定，尤其是在藏文书法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得到了藏族书法家们的一致肯定。目前，仁波切可以熟练地用几十种藏文书法体进行书法创作。有对吧？但怎么能的拖了？一个节奏的拖你写呢？他经常人普通手续马书记写呢，马球没对吧？他的节日，你这个设不了个不干净，用个多个看松了。만다와 이종 남장 만다와 망부지 치취진 요래 다때서 좀 노드나 아니 우진 담보미 니기 공선도 요래 아니 우미게 콜라 우장게 콜라다 주장 주통热差就业
等着那么一张节，那点那么应该看个瞧了，别错个那么忙不起有的，但你那么就直接差异呢，做起去的都看能轻可插起哇，你就这个起去没得对吧？能的normal嘛是这这个提军机，等着就比较动有的。几十年来，密南仁波切一直坚持书法创作。他认为，现代生活中宗教和文化、现代和传统应该是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为此，他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将传统和现代融为一体，用毛笔书写藏文书法，用现代电脑技术制作藏文书法牌匾，用传统景泰蓝工艺表现藏文书法艺术，将藏语书法艺术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미기 종나니 드럼데 이게 가슈인지래 아 드럼데 드럼송 박변 노든시 잉저 돈 자야와지게 된데지게 치주된바 아니 저가와 양 저찬나 신내 내제 주저랑 신내 받는데지래 앞에나密南仁波切最大的心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年轻人们去拥有更多的善知识。他衷心的希望众生更加幸福，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也希望所有热爱知识的人们用自己的关心来丰富图书馆的藏书，让诺林图书馆成为雪域高原民众智慧的港湾和了解世界的窗口。